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全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哦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来讲，阮这个节目挑战过5关，拼奖金上侪3万块，恁砸登去哦。 3万块，恁摕登记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。我甲你讲，今日是先拼先啦哦。哎呦，2队拢不得了啊哦。先拼先阮这边的队长是台语的老师。搞家呢？介绍阮的队长。来，队长。丹杰星老师。是哩，来。大家好，阿雄好。队长，咱甲介绍落去。好来，我咱介绍一下吼，阮这边家拢是绿光剧团优秀的少年的演员。头一位是阮的林宇轩，来，宇轩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木酸。木酸嘛是你好。演员啊嘛是歌手甲真好，进前是歌手，我会变演员。对，啊最近都是跟大家做伙演《再会吧北岛》，是歌舞剧。对，是，所以去你就免介绍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姓家，你嘛使叫我林姓家，因为我对国中开始就姓家，林姓家或是林姓家拢会使。真活泼呢！这几个囡仔真正拢是我看大汉的。对，阮因为阮拢是共个剧团的，是啊，来刷落去。来王伟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伟，王伟你好，我嘛是一个演员，赞哦。是，啊，搁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呢叫做廖枯坤，我是复姓廖枯。廖枯坤呐，单名一个坤呐吼。所以阮今日是讲的啦吼，写的拢无问题。啊，那恁这边的迄个 Thank you 歌吼，迄嘛是有影新来的咧，变安怎啦？好，我甲介绍一下。嘿，阮这边是 Thank you 台湾，讲台语，咱的 Thank you 歌啊。大家好，我是Thank you 陈佩伟，我唔是啥物正的，我魔神啦，系啦。莫安尼讲，是拢看袂到啦。为什么讲正是？因为伊用台语会使甲大家来辩论辩甲呢，拢赢。是，真厉害。而且伊的音足好听。有影来话时阵是对方听无，唔知要哪应啦，唔是讲，唔是变甲人讲无话是，那我唔知你在讲啥。对方伤弱啦，唔是你伤强。无影，谢谢。啊，今日讲带来你后壁这几个嘛足厉害。今日真欢喜哦，这是为阮故乡高雄来的4位一个家庭。啊，那互因自我介绍，首先蔡老师。大家好，我叫祥文。祥文你好。祥文老师，你家己报名的对无？系啊，我为第1季报到进，之后我倒来录音。感谢您，对，啊，今日带厝的人来是主记下唔对，啊，可以报到正。我是安尼，我来是安尼。电话人唔对，啊，听讲老师吼，伊是足厉害，台北、台中考迄个台语文哦，拢是头1名的。哦，咱这边爱天下无敌手，啊，老师带家己厝的人来啦。是蔡爸爸。哎，是我今日带阮高雄镇定的刘德华啦。哦，老对哇，爱有真导嘞。是，所以爸爸，你讲台语应该嘛是下劲老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好，啊，刷落去是妈妈，我是妈妈，迄个考医官，考医官，所以讲有的拢讲台语啊。嘿，好动的。细汉讲台语，兄弟真好动啊。啊，佮过去这位是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坤哥，我是伫高雄甲英文老师做伙14个时阵熟识。是，真欢迎啦，欢迎。袂歹。即马台语较想要真侪人要学啦。对啦。吼，毋过咱爱学会晓讲，啊，毋过咱有诶就袂晓写，免紧张啦吼。来，咱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的罗光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。台语真深切，接讲你就有好成绩。哦，你若接讲就有好成绩啦。嘿，所以讲咱即马大家拢免带哦。好，咱今日去咱的第1回合，是资格赛开始。上高写 A 家庭甲 B 家庭同齐写出台文字，用的时间上短，台文字搁上正确的家庭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高写，是，哎呦，讲到写，啊是要安怎写咧？哎，甲大家讲，等一下吼，咱老师就会出题目，啊了后大家吼听的了来想看卖要安怎写。是，甲迄字写出来。啊，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咱这写是比时间的哦，唔哪写好就甲写好紧哦。是。
会当啊哦，拢听有啊吼。好，咱即摆先来看一下题目是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看这个。哦，5个题目。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5个字吼，就是歹、歹、酸、掠、倒，啊，佮上尾一字盘。是，看清楚啊吼，啊，毋过要写啥，我唔知影哦。好，来，咱老师请出题。好，咱来看吼，头一个题目叫做歹。啊，这个歹吼，咱看会出来的字吼，就是一个好字边，搁一个乌吼，黑啦吼，迄个字应该讲做黑啦吼。按知影讲迄个丢啊若歹吼，就乌去啊吼，就是无好啦吼，所以咱讲歹。啊，歹就是讲无水的意思啦。就讲咱讲即只鸟吼，歹是歹，毋过真古水。吼，这歹水啊，歹水。吼，啊，咱歹当然会当用伫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啦吼。就讲即个景气真歹。哦。啊，嘛会使讲代志吼，做了无讲啊，一声歹在啊。歹在。咱即摆来互各位来写一个讲法啦吼。咱讲啊，怀疑讲不错，咱台语讲袂歹，啊嘛来讲袂歹。哦，这两种讲法拢有人讲啦吼。是。个啊，即摆即个袂歹。卖也是袂歹卖，要安怎写？是袂歹，袂歹，卖迄个卖哦。是安怎写哦？是安怎写哦？卖哦。是卖啊酒的卖哦。好，来请解答。哦，下，哦，这是，哎呦，哎，敢若拢会意思无啥共啊，无啥共哦。好，来，咱看时间较短，咱这边。这边4秒外，啊，伊这里卖是一个国语的对不？啊，搁一个会计会对不？对。哦。啊，那这边这字，咱 Thank you 哥这边我就知影。敢若迄个。袂歹，这一点钱还这实在是吼，会惊人啊。爱问老师啦。来，老师，伊安尼写对唔对？来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。是。哦，袂歹。哇。歹势哦。这边减一点。这边减一点。嘿，啊，这边这个差了啊远。唔是迄个字啊。不是这个。啊，老师会使教问者有这个无？啊，迄个叫做易用字啦吼。就是讲，有人安尼写啦吼，啊，其实咱台语这个“卖”伊是一个合音字啦吼，伊其实是无正确的字通写，所以咱即马写的字吼，有2种写法，因为因迄个写法就是去用意思去遐斗开，哦，用意思来斗的，嘿，因为 A 倒边就是卖嘛，所以有一个 A 底下有一个表示倒边的迄个物底下吼，表示讲卖。啊，不过迄个字因为电脑内面其实拍袂出来，是，所以教育部上尾决定不爱选迄字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已经有用啊，有一寡人在用啊，所以咱就决定选这字。所以咱即马这个一定要写义字边啊，我想因写表示的字的迄个字字边是错误的啦。是，所以差一点的原因是伫遮啦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所以我就讲这字吼，要写一点一撇真坏，拢足恐怖的，嘿，拢爱足注意，足注意的。而且咱这写了敢若对啊，有点差一点嘛。好，好，来，准备好啊，吼，来，老师请出题。好，咱第2个题目是酸，吼。啊，咱这个酸就是咱的空气内面有水汽，啊，若温度真低时吼，这个水汽就会结冻，啊，就变做酸。是。哦，所以若寒天真寒的时候，有时草啊是树啊顶面就会有酸。嘿。吼，啊，酸当然是表示冷的意思啦，吼。但是咱台语有一个讲法，讲一个人吼，总唔敢开钱吼，咱讲做当酸，吼，听讲一下当酸的当，是当酸的当，安怎写？来，请手答。开始。哦，我们差别话呢，嘿嘿。是来。伊嘛是呢。金麦。金麦这里是当，吼。是当。当。啊，这边嘛同款啊。3Q 的嘛是当。是。哦，有可能2边拢有分数，嘛有可能2边拢无分数。真正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啊讲，来，老师伊那写对不对？哦。当酸就是结霜啦吼，就是变做变价同款啦。对。啊，咱咧讲人吼，就是讲钱拢唔敢开啦吼，所以钱入去就咱想拢当条咧，结规袂摕出来，摕袂出来安尼吼，所以讲这人做当酸诶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够 OK 啊，够 OK 啊。分数甲加入去。是金马这边加30分。请老师出题。好，咱后一个题目是掠，啊，掠就是用手去夹物件，像讲。警察要去掠歹人，还是讲咱厝内面吼有鸟鼠去掠鸟鼠，吼，啊掠嘛会使讲即个物件吼一掠长，就是咱用手安尼
点长度叫一粒啦吼。所以伊有无共款的用法。啊，咱即马要写的吼，要叫国语写，伊的骹手真溜俩，这溜要安怎写？溜俩，迄个溜要安怎写？来，车手答。溜，加油加油！你哋哦，先去哦，肯给你这样起哦。好，啊你哪无起？哎呀，差几数啊？来，金马这边。是，阮其实阮用药的。就是3点水，搁一个老。对。哎呦，喂，我华语叫做牛啦，溜俩是这里吗？好来，老师因安尼写对唔对？好来，我来公布答案。是，来。咱拄要讲过，这是骹手溜俩嘛，这甲手有关系啦吼。所以这两字拢有挑手柄，拢甲手有关系啦。手有关系。骹手溜俩表示动作足紧的啊，做代志做得足紧的。吼，咱讲啊，骹手足猛吼。啊，袂使讲猛俩，袂使讲溜俩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用手字边的这个字啦。是，不要紧，分数甲加入去。是，咱3Q 这边加30分啦。咱金马这边爱加油啊！好，来，搁刷入去，老师请出题。好，咱过来要看这个字叫做倒啦吼。啊，倒伊上接听到的意思就是物件无爱甲倒掉。但各位注意哦，华语讲倒茶，咱台语袂使讲倒地哦，咱爱讲停地。停因为若要互你要爱停出来，啊，你无爱接是要倒掉。所以人起来你要甲倒地，咱像讲伊的地要甲倒掉，安尼做无客气，所以爱讲停地，互人客袂使倒地。是。哦，啊，过来倒伊佫有其他意思啊，咱手有两支对无？咱过去多数人拢用这边手，啊，咱甲这个叫做正，啊，另外迄边就是倒，啊，正边这个倒边的边吼，要安怎写？请各位写看卖。啊，倒边的边，倒边的边写，倒边的边，安怎写咧？来，车手答。倒边的边，哎呦！下咧，你下搁咧想咧，摸摸啦，啊，别夹嘛，变过来写，变化上吊。好，来，咱就爱问老师哦，吼，来，老师，你哪里写敢对？各位吼，可能捌看过这个古早字吼，木的写法吼是安尼吼。是。啊，你甲切做两边吼，一边就叫做平，一边叫做片。哦，所以这个平吼，因写字是正确的。是，来，30分加入去，搁加30分。谢谢。好，来，咱刷入去上尾一题哦。是，老师请出题。咱即马要看这个叫做盘。啊，盘就是咱咧缀物件啦吼，咱食饭的时候，迄个菜咱用盘啊来缀嘛吼。啊，除了盘啊，除了缀菜以外，咱会使讲菜若伤济，我食袂了吼，盘一寡出来。所以买菜做动作，做动词啦吼。啊，除了这以外，咱讲盘山过年嘛是用这个盘，甲盘过去。过来咧，咱讲甲朋友斗阵吼，有的人真够交陪吼，讲足够盘烂。盘烂，讲你要安怎去甲人盘烂？哦，像讲咱遮有一个政治人物吼，一定爱足够盘烂的。哦，啊若无要安怎伫政治界，伫咧甲人行达。所以就盘烂的烂，请各位写看卖。盘烂的烂，嘿，咱就来看3Q歌安那甲人盘烂，嘿，烂，好来，车手答。开始，烂，好，啊，盘烂的烂。哎呦，看个敢若意思拢差不多呢。伊这边是一个敢若轮安尼，啊，搁加一个手里边吼。是。啊，那咱这边。金马这边就是用手烂，油啊是烂。烂油，敢若差不多意思。系啊，了解。嘿，咱问老师吼，来，老师，因安尼写咁对。哎呦，真正这边有升格的哦。哎呀，恭喜3Q啊！是，来，老师解释一下。好，因写迄字吼，叫做揉啦吼，咱就讲揉身躯、揉涂骹，伊若揉涂骹、揉身躯写迄字就对啊。不过烂毋是啦，烂是咱一般是讲迄个洗衫的时候。烂的嘿啦。过来讲，咱做粿的时候，做爱烂粿，麻糍吼也是啥爱干烂，对，叫做烂啦吼。啊烂当然甲手有关系，啊过来就是爱有迄边迄个音才会正确啦。啊你若写迄字，就不是揉去啊。所以虽然是有迄个字，不过音唔对，用法嘛无共款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分数我加入去。是3Q讲第一，搁加30分。哦，来，咱即马看一下分数。嘿，金马台湾味30分。啊，那咱先。
台语这边90分。了解，咱这才是迄落啊，第一回合尔，第一回合尔，搁有咧。好，来，咱来去第二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抢答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拢总进行5条题目。你去拄着老性格啊！你真正错你啊等啊你，是不是？他咧错无看到。他咧错，我会讲，阮阿家吼，其实平常时啊，因为阮有训练过，阮伫台顶拢讲台语，所以这台语应该是讲拢无问题。吼，爸爸，你有定来看阮的节目？有有趣味无？有趣味，但无趣味，唔得要看。啊，有需要什么改进的无？迄个看的吼，拢正常的节目。是。啊，即马新的我冇看过。啊，即马较袂紧张啊啦吼。好，手放在两个顶面。嘿，结句话来哦，结句话来。嘿，阿袂哦，等下听我讲，请手在咱下次哦，吼。好，来，上个车出题。微风穿正甲，见着倒会挂吧？要一种农作物。要一种农作物。果子。果子。嘿，来，请手答。哎呦。哦。你手着啊？嘿，爸爸手着啊？果子，果子哦。嘿，果子。微风穿正甲。正甲，见着倒会挂吧？迄个无啊，嘿，咱袂当安尼哦。嘿，咱这袂当看看。伫咧泰国迄种迄个无啊，伊拢规粒拢饲迄种迄无，迄个。草草迄哦。嘿。榴莲啊，榴莲。榴莲哦。榴莲。嘿，榴莲。好，来，咱问老师看是毋是榴莲？老师是毋是榴莲？哎呦，是哦。嘿，来，我想，嘛袂当想啊，来，你想好啊未？想好啊，想好啊。什么？往来。为什么？往来。正甲，就看起来那正迄一家。是。啊，内底以前食的时阵会挂喙嘛。是。挂吧，以前的往来挂吧。哦，会怪闻着，有捌着水家己。是。对安尼哦。敢若有道理哦。敢若袂歹哦。吼，来，老师是毋是往来？来，分数先可以。恭喜今麦得了20分哦！嘿，20分呢？爸爸不要紧，咱有40分通下对。好，好来，咱换人。来，谢谢，哈，谢谢，你先给自己打气。就问你要谢。我就讲先跟大家打气一下。你主要是刚上来，对，对，是。好，啊，那阮这边的。坤哥。嘿，你嘛坤的咧？你岁嘛是叫坤的哦？不是，妈妈拢叫我弟弟。弟弟哦。上细汉。上细汉的。所以弟弟拢对老师学台语哦。是在伊才开始讲。正正拢无在讲，主要拢唔是问题啦，对啦，就是来学啦，好，手放在两个顶面。主要无要紧啦。快点，我讲车就打到哪去哦。好，来上个车出题。一个人啊，烂想想，伫桌顶舞骹人手，要一种咧用的物件。一种用的物件，请手答。哎呦，你无个题啊？好来，你讲。来，唔通偷看迄边啊！考试爱看老师，袂使看你的同学。无你看，较水的姐姐啦。我是想到迄个豆腐。哦，舞骹人，哎呦，有什么道理哦？嘿，豆腐，确定哦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唔是豆腐？哎呦！先可以，恭喜哦！3Q 讲台语加40分哦，厉害！所以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咱倒无一般若要切刀啊吼，拢会先加温和淡，所以才讲烂想想就是淡落落啦吼。是。啊，伊伫桌顶舞骹人手，就是伫桌顶的时候，伫遐咧切刀啊嘛，吼，所以那就伫遐咧跳舞共款吼，所以舞骹人手安尼。是，想想就是这个字。对，烂想想，吼，想想就是这个字，啊，卡是这字吼，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袂歹诶，结束啊，
结束啊，对啊，我志在参加。你40分都无共摕到啊咧。对啊，志在参加啦，一开始台语。分的咱各有60分呢，免烦恼。恭喜你！好，来，咱换人。你上好卖细哦，因为拄啊困起来，细细都无伊。吃无啊，一开始就讲再见哪里啊？对啊。先卖谢幕啦，嘿，先卖。啊，为什么吼一直讲台语？听讲是因为国语讲了。对啦，袂认得啦。迄较早之前我有要考迄个体育的主播嘛，主播。啊，即马即个咧考试的时阵，讲哇，你讲话遐台，你哪无爱去找迄个农村熬早先去试验看，先去考迄个节目啦。我听一下，啊，你其实是咧学了我的台语嘛，我就开始做认真讲台语啊。是啊，所以讲伊的腔口真好听呢，真标准。吼，伊的腔口有一种台湾正港台湾囡仔迄种，有种歹势吼有。互你送的味，本土味，嘿，真好听，是，原来3Q 是安尼来哦，嘿，歹势哦，No Q，来行。好，来，手放喺另个顶面，来，卖客气哦。哎，两个车就大家试哦，吼，来，上个车出题。树顶一块碗，雨内底未满，要一项物件。请抢答。我要提示啊！来，过来。3个字，一项物件，3个字。一块碗哦，嘿。请抢答。伊是休困的所在。哎呦！来，3个。不要紧，你讲看卖。所以等下我要唔对，伊个要唔对，我可以当讲吗？袂当。但是我感觉伊的迄个应该是摇袂着。哦，对，我应该摇袂着。歹讲哦，歹讲。来，给你讲看卖。顶啊卡。老师，顶啊卡对不对？哎，唔对。老师谢谢啦 ，Thank you， 老师好，够做了真好，嘿，好来，咱这边有嘢。3Q 哥要甲我提示者。我真正唔知，我哪知我来讲。好。连3Q 哥单撇位拢摇袂着，王维够可能会摇着咧。你嘛要做好做吗？啊，无要继续提示吗？做好你第一提示，好不好？还是3Q 哥要甲我提示者。我真正唔知，我哪知我来讲。一块碗，雨内底未满。是一项物件。我要继续讲啊。伊除了是休困的所在，嘛是饲囝的所在。饲囝的所在。这个形，哇！饲囝的所在。有，迄叫啥？有，伊是鸟啊。鸟啊，咧大的所在。安尼你唔知？哎呀，对啊。好，嘿，袂使甲讲。袂当讲啊。几个字啊？3个字。3个字啊？你已经会晓啊？应该这边来讲，好，我袂晓。我袂晓。Thank you。我袂晓，嘿，问老师啦。问老师啊，哈，老师。应该是鸟仔秀啦。鸟仔秀。安尼人就讲鸟啊，你讲唔知？囡仔秀，囡仔秀是啥？好啦，我去带等伊继续拍。好啦，夭寿啦。所以讲，等下3Q哥你拄好有着。有啦，鸟仔秀啦。啊，你写了第一个，你第一个就想到啊？我第一个讲休困的时阵无想到啊。哦。因为休困第一时间就忝啊，顶啊卡休者。是。啊，结果想到讲顶啊较无迄个圆的，佫袂流水啊。对啊。是。对啦。好，不要紧。3Q。来，换人。拄啊，队长起来就一直讲，是啊，年囡仔咧，囡仔秀，迄伊甲换做鸟啊就好啊嘛。对啊，哎，拄啊嘛讲鸟啊咧。无影，只要我讲，徛遐看吼，拢真简单，徛起来面顶都无共款。啊，毋过因的表现实在是袂歹哦。是安尼啊。咱来学就好啊啦。阮这队吼，阮这队无教育性，敢若娱乐性尔。
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。来做效果的啦。是。来，咱即摆要来问妈妈。妈妈平常时啊，你电视顶安尼看，你会感觉像阮拄拄安尼讲的？啊，迄就是遐简单，啊，你也袂晓。啊，来到遮，你徛在遮，你感觉的？紧张，啊，脑筋也一片空白。对。所以讲听好清楚哦。好，手放在两个顶面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来，上个车做题。一条巷啊 ，A， 两三个囡仔咧烧客，要一种农作物。嘿，一种农作物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两个字，请抢答。哎呦，不要紧，搁提。伊这是物件吼，一粒，农作物，两个字。条巷啊，哦，油啊，哦，这有啊，有道理哦，有道理哦。好，来，咱问老师，老师是咪丢啊？丢啊？我唔是哦，丢啊哦。所以讲，甲丢啊意思，敢若就了同个感觉哦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，先个。来，搁提示哦。提示哦。提示来。一粒，伊个有壳。哈，什么壳？伊个有壳。一粒外口有壳。有壳哦。一条巷啊，嘿。两三个囡仔咧烧客，嘿，有壳。两个字哦。农作物。好，继续提示哦。过来。哎，敢会拖刀？哎呦，我安尼吗？我对伊有讲有信心啦。伊是做，但是哦，但是做好过的，但是哦，我选第一 S 我较有信心啊，坤啊就 S 我就归。所以讲啊，拢无啥准啊。你讲的是啥？我讲拖刀，确定？拖刀。好，咱来问老师，老师是不是拖刀？Thank you。恭喜分数甲加入去，恭喜你就80分咯。哎，接下来，哇，白手啊，不要紧，咱阁有一个100分，等下甲接着来好。好，来，咱换人。是。咱拄是台语指导嘛。对。今嘛这就是台语状元。嘿。考片全老师哦。嘿，考试考片全国拢是头名的，够厉害。是。你安尼讲，阮选的迄落我紧张啦。你有啥物通好紧张的？我都是一缕花来遮水的。哇！加油，老师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老师，咱来请阿雄请出题。风来哗哗，雨来洒洒，温故的生百外，要一种农作物。哇！要一种农作物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一种农作物，请抢答。哦，来，继续提示哈。继续。伊是黄色的。黄色的农作物，两个字，请抢答。哎呦，来，又看麦，金蕉。金蕉？为什么你会有金蕉？我就想讲黄色的啊。啊，生百外，我是唔知讲，啊，毋过金蕉就是一罐足济安尼。真济。你都来的，一点。Thank you。老师是不是金蕉？答对的是我呢。来，分数先甲加落去。哎，恭喜咱台湾咪阁加100分咯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这金蕉长的叶啊，足大叶的吼。系大叶。所以风若吹的时吼，哗哗叫；啊，风若落去沙沙叫。所以就风来哗哗，雨来沙沙。啊，因为金蕉弯弯翘翘，所以那稳固的。伊一张金蕉吼，咱生出来吼，那一枝花生出来叫做一根金蕉啦。一根。啊，叫来讲一罐，不是一罐，叫做一皮啦吼。一皮。伊一根金蕉有足侪皮的，啊，若算成有100外个金蕉，所以讲稳固的生100外。是，哎，真高的100分，互恁提起安尼，是不是？讲家是来水的，你看。是，不要紧，老师咱阁有机会来请回。咱即马紧来看一下分数。是的，咱3Q 讲台语即马是130分。啊啦，咱台湾味的咧。台湾味是230分。好，所
所以讲咱就爱来去拼后壁的奖金嘛。第3回合，是，好，咱即马进来去专家抽奖金。专家抽奖金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家庭内底派一个人回答，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。回答错误，另外一个家庭就有机会把这条题目的奖金抽去咯。奖金上悬的家庭就是本集的胜利者，会使进入最后一回合。我只通讲恁伤卡嘛，安那到哈尼亚落啊，哟，对不？是毋是真正有影局场的朋友就是安尼？我是感觉你应该表演一个，踢到迄句什么？啥物物件？哎，你一话全部拢会赢你过。哦，那个谁？哎，我足惊恁安尼哦，咱安尼讲话开讲，恁等下袂记你要落啊？要创啥？你来创啥？是，即摆正经甲恁讲一个哦，吼，咱这有5个题目，啊，这个回合吼，咱通啊讨论，大声讨论拢袂要紧，吼，来，咱有5个题目，咱先看题目是啥，好不好？来。卡2000，哥4000，菜6000，西8000，八1万。是，后壁的就是2000到1万，来。朋友啊，要安怎叫？看这个买无？打这个。我呢哦，稍微这惨哦，伫遮无？你若真正有影1万瑞，就真正3Q 啊咧。3Q。安尼要安怎？安尼要安怎？是少年拢较冲动啦吼。剧团有需要啦。对啦。也输过对。对吧？有啊，最近大拢无演出啦。我来拼一个好啦。要拼一个哦，真正要拼。哦，拼一个啦。好，1万哦。好，咱来看1万的题目是啥？请问，伫咧台湾早期倒一天吼嘛是父亲节，就是爱早好料的，互咱的老爸吼食补，表示咱友好啦。嘿，倒一天咧 ？A. 当做 B. 入夏 C. 春分。所以我的答案啊，这个吗？啊无咧。台湾早期倒一天嘛是父亲节，答案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40秒的时间，当日日下。入夏，春分，当天的时阵补嘛吼，补。对啊。好啦，完了哦，所以我的答案啊，这个吗？啊无咧，你敢真正这需要？要丢钱啦！啊，不是，我听数我袂超好为你决定啊。这无时间的限制。你要讲，这有时间限制。有咧，40秒啊。40秒啊，40秒嘛是时间限制啊。不过你若是有把握是不要紧啦。啊，解说者为什么要选啊？是要选当是安尼，阮是安尼想啦，因为若讲补，食补应该是人要寒的人来。哦。要寒的时阵入冬来补者。啊，若热就无嘛。这道理啊，无这热天补就好免费啊，你。是。啊，若春天咧？春天哦，拢咧困较济啦，较凉咧。春天啊，无一年的开始，无春天我这个过年食较好，较近这应该免啥补嘛。对无？都试落啊哦。当，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A。好，咱来看者，当日对唔对？没有啊。真正 Thank you 啊！Thank you 啊！Thank you。B 入夏补老爸。哦，入夏补老爸。入冬补喙空。对，咱一般拢会想入冬补喙空，可是入夏才是补老爸。入夏对唔对？那伊分数今年了对。Thank you， 讲台加1万。咱一年有24个节气，啊，其实咱在讲什么时阵补什么人哦，是亚文斗句的话啦。所以讲入夏补老爸，啊，伊拄则有讲国父补老母，哦，这拢亚文的啊。这两个节气相换啦吼，啊，补老爸这天吼就是伫入夏这天吼，查某囝会去买面线啦、猪骹啦，
老爸食，佫会买水衫老爸穿，吼，这是古早咱咧庆祝老爸、咧纪念老爸、友好老爸一个特别的这日子啦吼。所以讲这是咱古早的台湾的这个父亲节。来，搁选，继续选。来，要选哪一个？塞啦，塞哦。 2000个好啊！算个，算9去啊！算两个，为卡来较好咧，为卡来啊！要要为哪一个来？好啦，12你讲。 2000哦。卡哦，好啦，卡算了。到我来啦。卡为卡啦。是。啊，那又着想讲啊，我拄咱无爱选塞咧，哦，拢安尼，人拢安尼。不要紧，无要紧，来为卡哦。好卡。一步一卡赢，好来。咱来看者，2000个题目是啥？ 台湾有一种工课叫做水卡，啊，这个工课是做什么款行业的 ？A. 行船人 ，B. 水电师傅 ，C. 煮食的助手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这人叫大家非常强，我的答案就是 C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咱来看者了，煮食的助手对唔对？ 水卡的啊！这若讲又唔对吼，会叫陈奕迅导演的拍卡称。是。对啊，都袂记来分数先甲加落去。恭喜得到2000咯！这个水卡哦，古早本来是打水的啦吼。是。啊，不过总铺伊需要水，要煮食的时啊吼，啊，就是爱洗菜啦、切菜啦、洗碗盘啦吼，所以这个工课哦，拢是这个人咧做的，所以叫做水卡。是。本来打水啊嘛是有到处这个工课啊，所以上尾就。 水卡即马拢用来讲，总铺的这个助手叫做水卡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袂歹，2000啦啦。没啦，加减啦。好，来，搁拼倒来就有啊啦吼。好，来继续3题，打一题。好来，要打一个。一波一卡赢啊！一波一卡赢啊！一卡赢啊！算拄啊有惊到对啊。哥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4000个题目是啥？ 请问高雄原本叫做打狗，尾仔才改名高雄。啊，这个地名吼是安怎来的哈 ？A 是当地人拢真悬 ，B 是对日文反过来 ，C 是台湾头一个机灵叫做高雄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我是来做想问3件歌啊。咱来当社会讨论吗？对啊。一个新闻讲高雄是愈搁悬搁雄，又高又小。安尼上就是 A 啊啦。安尼哦。是安尼吗？我感觉应该是啦。他靠哦。B 嘛哦。好来，我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对日文反过来对唔对？果然一波一加赢啦。 4000记得加落。加4000咯。咱台湾吼，捌互日本人统治过啦吼。是。日本人来时发现讲，这个所在叫做打狗哦，无好听啦。因为打狗这音吼，甲日本有一个地名吼，真像我的音，迄个叫做塔高。塔高汉字写出来就是高雄这2字，所以因就甲这个地名改做汉字写做高雄，啊音叫日本音叫做塔高，甲原来打狗音真换。啊，不过尾啊，咱因为无讲日本话啊，咱就改做高雄。 好，谢老师。这应该是拢知拄啊高雄人啊。对啊。又高又雄，我徛喺面顶袂输咱8狗咧。好，来个2题哦。好，一波一加赢呢。加油！好，咱来看一波一加赢的。6000个题目是啥？菜。请问台湾讲的拍母菜是东阿，啊若是听母菜是啥物咧 ？A. 卡白笋 ，B. 鹅毛 ，C. 鸡仔年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卡白笋、牛肉、鸡仔年，嘿，鹅毛壮阳。对啊，逻辑上都是安尼啊。壮阳是安尼吗？哎呀，鸡仔年。 小黄瓜啊！哎，这嘛有道理哦，唔是哦，这嘛有道理哦。因为我拄仔想，我鬼仔年会使，哎呀，会使落去啊。 3、2、1，所以我的答案是 C。鸡仔年对唔对？真正牛王。 恁真正足爱 Thank you 的哦。对啊，逐项拢要做。 Thank you。咱的答案是 B。
我一定爱互你试者。Thank you。来，咱来看一下五木对唔对？听无嘴大富。是啊，是。恭喜得到6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来，咱先来讲东阿啥叫做拍舞菜哦。是。因为东阿哦，买的是看个足济，啊那路顶插就剩一束啦。对啊，所以翁哦，我你买遮济，东阿互你你甲插出来一半囝，所以咧拍舞。啊，若是这个五无吼，食落对身体足好的。对。所以翁若买五无转去互某食，甲某补身体。啊若某买五无转去互翁食吼，听讲翁的身体足好的吼，某会足幸福的。哦，所以不管安怎讲，就是叫做听舞菜。听舞菜。所以听舞菜就是听舞菜。 6000互人啊，对，互人啊。来，不要紧，咱还有一个8000的啊，加油哦，加油！咱来看一个哦，8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西装的台语吼，嘛有人讲伊是西米露，啊，这个称呼是对倒位来 ？A 是香港的西米露 ，B 是日本的乐器 ，C 是英国的路名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，哇！西米露，西米露。 嘿，西米露，香港的西米露是食的嘛？是不是？西米露，嘿，乐器还是路名？哎呦，这真正有困难呢。西米露应该不是香港啦，应该不是香港，不是香港，是比尔斯啊嘛吼。搁自己的外来语，搁是外国的。对啊。所以有可能是。有可能是日语的外来语嘛，是英语安尼尔。对啊。但是日本的乐器，敢有西米露？无啊。无啊，我可能捌听过四手米尔。啊，嘿，对不？所以你的感觉是英国的路名？英国的。英国的吗 ？English。English。 English name。 Name。Road name。 Semi road。 Semi road。哦，Semi road。Again。Semi road。Semi road。 Maybe。 C。 Yeah。 Semi road。 You're right。You're right。所以讲你的答案。所以我的答案是 C。 好，咱来看一下英国的路名对唔对？对啦。我感觉袂当互因正经着。来，分数加落去。恭喜得到8000咯！英国吼有一条街吼叫做 Savile Road， 啊，这条街吼专门咧做西装的。 真侪出名的人，西装拢伫遮做的。哦哟！啊，日本人因为开始甲西洋来往以后，因开始甲这个西装引进到日本的时候，就讲哦，就是对迄个所在来，所以用迄个音吼转做日本音叫做西米露。啊，咱台湾人嘛是照安尼讲西米露，哦，是对日语才佫变做台语的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有嘛，知影是应该是路名啦。是。嘿，哇，咱即摆先甲看分数，这分数是要安怎啦？嘿，咱今嘛台湾味是14000分。是。啊，那咱3 Q 咧，讲台语是16000分。哦，恭喜！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就当坐。嘿，来去咱的1秒达1000金。 1秒达1000金，家庭内底派一人挑战1秒达1000金的题目，甲正确的台分数选出来，全部选出来了后，剩的秒数会当换做现金，1秒1000块，换转来的奖金会当互恁全家砸转去。 合作领现金。是，咱即卖现金偌济？嘿，咱即卖是16000块。16000块。啊，有几秒？原本就是16秒，1秒1000嘛。啊，阮都加几秒啊，互你试啦，互你丢读一下，所以互你26秒。是哇，26秒，3比数就对啊啦。吼，啊，咱即卖要摇的题目是啥？咱要摇的就是囡仔的佚佗米。 有2个字的，2个字的，囡仔的佚佗米。嘿，啊，冷静，啊，照迄个顺序。你别我拍。别，你顶管拍去。来，几秒？嘿，26秒。但是我头前先互恁加看几秒啊，会使无？好不好？好，咱即摆先开始。好，先开始。来，请看一下哦，嘿，看卖吼，12个。嘿，12个。拢是安尼吼。 2字的哦。OK。看下啊。 已经加5秒啊！哦，我你加看哦。是。哦，
加10秒。啊，当时差不多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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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信满满的男德位，到我倒做一摆拢摇着咧。已经加5秒啊！哦，我你加看哦。是。哦。加10秒啊！啊，当时差不多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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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！伊个咧拍电动咧。哇！我教你啦。几秒呢？跳舞机的啦。而且用5秒就试完啊！哇！5秒安尼偌济钱？因为咱无超过10秒嘛，等于是16秒拢留落来，1秒1000就是16000块总提啦。恭喜！嘿，咱请老师来给咱解说拄啊迄几个啊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老师。风吹吼，嘿，就是发用风筝啦吼，咱放风吹就是吼，迄个风甲迄个物啊吹去天顶嘛吼，所以咱叫做风吹。啊，过来这个炮啊，就是过年时啊吼，咱咧放炮啊，吼，迄个炮啊，啊红啊就是娃娃啦吼，咱讲一仙的红啊，一仙红啊吼，嘿，啊咧。麻雀，啊，就讲麻雀吼，这拢有人讲啦吼，这是算麻雀，白鸟啦。哦，北部的人讲麻雀，不过南部人讲麻雀。麻雀。嘿，啊，过来这个甘露就是陀螺啦吼，甘露咱拍甘露。嘿嘿嘿。啊，过来弄球，弄球就是发用撞球，这嘛有人讲动球啦。动球。啊，动球就无写真两字，啊，这弄就是咱讲车烧弄的弄。哦。啊，球甲球烧弄叫做弄球。弄球。嘿，啊，这就是啊一寡佚佗。囡仔佚佗物，是，好，16000块呢，谢谢老师，哈，16000块，好，我甲你讲，紧嘞，咱紧来去办奖，哦，来，16000块啦，来，恭喜哦，thank you，哎呦，thank you，恭喜新华植物你帮我客者，哦，新华植物咯，你是有要宣传社会无？新华植物，啊，来阮这节目有啥物感想？啊，咱拍歌啊，是安怎？你咧拍歌？我是无出片啊。哦，你无出片，你若出片，啊，邀请大家来。这个立功剧团左风车，甲这个再会吧北投，啊北投，系啊，加咁艺文的活动捧场啦。来参加有啥物感想无？是，真好算这真有教育的意义哦。大家可能会感觉讲，哇，这个选手做到讲台语，但是这上我一直做想要用这个正统的方式来学习啦。所以今日做欢喜的，当含。就规家伙吼，拢真背，惊是真正厉害，系啊！嘛爱下载吼，download 的咱这个专家有智慧 app application 安尼吼。英文出来啊哦！对，就甲阮download落吼，你就通啊内面有写的，啊嘛有念的，系你就通啊同齐甲阮学习，同齐学台语的正字吼。是，爱记哩哦，甲阮download哦，吼。啊嘛爱感谢咱今日辛苦的老师啦。是来。咱的罗公行罗老师辛苦咯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老师谢谢，你看阮这边有礼貌无？真有礼貌。教了真好，嘿，啊，就爱加甲阮支持哦。我做想要加入恁迄团。无问题，欢迎大家，拢来啦。是。我后摆咱就10个人斗阵做。欢迎。拜我主持人讲话。欢迎哦，大家哦，去迄落download啦吼，嘿，甲阮学者专家有智慧，啊，就通啊来遮甲阮比赛啊，是好，专家有智慧，好，大家跳跳脚巴黎，再会，感谢，谢谢。